国际消息，咱来看，伊朗因为经济歹，真侪所在发起反政府的示威，这是3年以来规模上大的。革命卫队用粗残的手段来镇压，造成严重的伤亡，在地病院嘛已经记载袂掉。根据美国媒体报道，川普当时咧考虑要攻击伊朗，不过伊朗的议长警告讲，川普若是攻击，一定会随反击。 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座清真寺和示威者包围办会所，已经过身的革命卫队指挥官苏雷曼尼雕像被杀倒，真大伊朗共和国国旗伫街路上被掠做2边，民众也大喊“帕多独裁哈米尼”，也有最后战役的口号。尽管当局特别开始就封锁网络、干扰通讯，依然是无度把这抗议冻掉咧。全国100外所在拢出现街路的扰乱，是2022年头经革命以来规模上大的反伊斯兰进关运动。هدف ما دیگر صرفاً آمدن به خیابان نیست. هدف آمادگی برای تسخیر مراکز شهرها و حفظ آنهاست. 最近国际媒体掌握的消息讲，革命卫队以真正庆弹射杀示威的群众。德黑兰病院所收治的少年的伤者，头壳胸坎都穿的真多，而且死伤人数真多，已经有3间病院的医疗资源强要挡袂掉啊。BBC 波斯语频道消息，讲敢若是找到暗时就70具尸体被送往拉什特一间病院。根据领关团体掌握的资料，安全部队也损失14人。 美国川普政府提到，国在讲到要用军事行动来回应德黑兰当局的黑枪镇压。最近美国媒体报道，讲川普已经听取军方的干部，并且正在认真考虑打击伊朗。原来伊朗方面除了谴责美方兄长天火道、加和平示威武罪暴力颠覆行为以外，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一对外讲，美国一旦为着击败示威发动军事攻击，伊朗就会随加以色列，也个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来做反击的目标。《公视新闻》王慧文编译。